不要再做直通通的女生。之前老师会讲，不要太直接，情绪收放自如，就是很直接的嘛，对不对？啊，我猜到你了，突然叫了一下。你有那个国际动漫的那种长相哎，真的啊。慢影啊。你是说变身前还变身后？冲啊，心路开哟，无冲头的心爽，脑热打擂台，脑热强下来。同心朋友啊，准备还7米礼拜啊，学长学妹们互相的 PK 赛。不要管。作为学长学姐们来踢馆啊，踢馆啊，对啦，但是就像之前讲的，希望学长学妹们。学长学妹们、学长学姐们，高抬贵手鱼贵脚这样子啊，对。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在听呢。对啊，没到礼拜就本影国台哦，没听到总编啊。嘿啊，但今天有冠群，我觉得可能比较好。哦，对。有没有？看到了希望吗，各位？节目分组两吹金行 PK， 限数吹总分较高，也系平分就全部过关。卡士总分较大，就签是淘汰分数最大嘅人。今本嘅评审先生有叶家超先生、齐泽伟先生、齐思飞先生、王艺兴先生，吃脚来咯。来，哪个边来买？学妹这边刘明玲，学姐是龙仙仙，咚咚咚咚锵，龙仙仙。过完冬年，是否随着盼的要被爱总已死在某一片。不过爱离开你几多年，一片爱的心还能一起共骗。了解经意的天总改变，基本应的思念无目的，无爱并。公演多见，上你的暗不同，就讲你的相片，了解经意的天总改变，不是在多么自偏的，爱会3万个每一年，但爱你重逢，见面的时间。爱你爱了生意，一定会好好来记得你，此生的永远。需要一个安全
梦已微放的起伏，爱坐在台上窗口，自由的跳舞。未来对爱来讲，感动也无言。两行爱想做嘅事，爱唔该放弃。爱已经够力，有你同走吧。但是爱唔该放弃。也唔需要满眼嘅沮丧，也唔需要懊恼。爱只想快快乐乐，总爱想做嘅事。未来对爱来讲，感动也无言。两行爱想做嘅事，爱唔该放弃。爱已经够力，有你同走吧。但是爱唔该放弃。做爱自家想做嘅事，爱做爱自家想做嘅事。哎呀，长大了，动感歌手。对呀，动感歌手，动感歌手。哎呀，头摆落去世界上一段设定，深一些哈。对。对呀，那时候还有那种童心未泯的感觉。刚刚给跳过人家专辑多少个？对，但是这个版本是我第一次唱，在之前的那个比赛的时候，我也有唱过这首歌，但是就是我想说。以前唱头摆给同俩哈某用用，所以我有把这首歌就是照专辑里的那个版本现场唱了一次。哦，有改编过吗？有哦，有自己的想法。对，我会一直被他头上那两坨吸睛，这样给动发他一直晃那个，看到好像有点像蝴蝶姐姐的感觉。啊，蝴蝶姐姐很可爱啊。为什么会提到她？昆虫姐姐，共用用暗讲啊。对，换一个嘛，动物，要不然他换水果，火龙果好了。火龙果好，那边有碧狮哥哥。你错了，我是城南哥哥。城南哥哥，还是你要蟑螂姐姐？火龙果好了吧？火龙果是不是？好多的。哎呀，美玲今天根本你没有想说要用爆发的方式来创口哎。哦，今天要做不一样的风格。今天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不要再做直通通的女生。哦，为什么？要拐弯抹角的女生要。没有啦，因为就是之前老师会讲，不要太直接来，要转个弯啊。太直接来要转一个弯，没有，有时候直接一点比较也不错啊。对呀，没有，他的意思是说，就是有的会狗可能就是比较像快歌嘛，就是比较直接，我们要尝试不一样抒情歌曲。对，所以就是要有情绪收放自如，直接的嘛，对不对？啊，我猜到你了，他突然叫了一下。对呀，啊，今天选这首歌，容颜，你不怕会哭啊，或者没有？没有 ，OK， 可以 hold 住 ，OK， 没问题，没有问题。哦，好啊，好啊，刚刚唱得很好啊，唱得很好啊，两个都表现得很棒。好了，来唐欣赏的公平，来，嘉修老师，叶老师，美玲好久不见哦，好久不见，好甜哦，嘿，哎，今天进步真的很多很多。谢谢老师。其实我跟这位老师说哦，我说终于有人把它唱出另外一个味道来。哎呦，因为这位老师唱的是另外一个味道哦。是。那美玲今天呢，她不止没有直通通，她非常婉转的把那个感觉唱出来。最重要的一点是，她把整个歌曲哦，她整个完全融会贯通。用那种她发给那种语调，她真的讲的
很顺的。现在某个人真的想给你满分，对。但是又觉得那又太过分了，那太过分了吗？不会啊，这太过分了，觉得太狗腿了，所以那就只好委屈一下萱萱了哈。没，因为老实讲，萱萱的程度我知道，萱萱今天这首歌虽然有改编，不过就有一点感觉，就是觉得他就是差那一点点，包括音准，包括舞蹈的动作，都是那种想会做，又觉得会不会太过度，那就不一样哈。该你直通通的时候，你就不直通通了，就是想太多了，所以这种傻是猛 Q 通。所以在标准上面来讲的话，我会觉得那就委屈一下萱萱哦，稍微让人家一下，好不好？让学姐嘛，反正对啊，今天你也不用对啊，你就早就过关了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两个都鼓励一下。好，谢谢阿强3位先生。来补充啊，先讲龙先生哈，大白看到你都冇同样的金发来做两是一件懂好懂的事情。其实那编曲哈，它有一点点偏向欧陆舞曲的感觉。知道你在唱了歌曲的时间，来顶想要改编。不过你还是要记得，它是欧陆舞曲，它其实很容易让你掉入一个你自己唱你自己的，你绕到你这个 pop 的地步度，其實你冇，個 grooving 就冇。我覺得歐陸舞曲如果要再早一點唱得很好，你可以參考鄭秀文 Sammy。有幾條歌，不是眉飛色舞 ，Hellboy， 他其實他很早引進歐陸舞曲，他其實是唱得很到位。所以要想一下，你類型的歌曲應用蠻長，不過今天還表現到吼，一拜看到很精當之後，我都覺得很感動。好，講到美玲哈，美玲，謝謝你選這首歌。其實你剛才唱的時候，你有偷瞄了我一下，其實我很怕給你一些壓力，但是我很開心，就像老師說的，你從不會說客語，然後唱客語一直被我們雕那個咬字。你知道，其實你今天咬字都咬得非常的好。你唱的最好的是那個失爆衰就唔攀得，你那個唔攀得捨不得，你唱的有多好嗎？你一定要看，那個唱的比我還好。失爆衰就唔攀得，要被愛憎你死在某一片。然后我相信你做了很多的功课，因为每一个铺陈，就像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都跟他说，你不要这么直通通，有些歌不需要直通通，你可以回到非常感性的美玲。我今天看到了你的改变，我很感动，尤其你最后做了一个拉长音，然后让我们可以去细细品味你前面唱过的所有的段落，然后你再告诉我们说，哦，我以后会好好过日子。你一定要记住你这个感觉，我相信你后面很长的路要走。两位都表现得很好，谢谢你们。好，谢谢。好来，看一下两位的分数。先来看刘美玲的分数。好棒哦，94。萱萱紧张了啊。东信总，我紧张了，看一下你的分数喽。好来，用萱萱的分数。心肠好了，美玲笑松了一口气。要谢谢学姐。对啊，谢谢学姐让你哦。谢谢两位，谢谢多加来回这车子，来。恭喜学妹组啊，弟组。哎呦，查到1分哦。还有，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是学弟啊，李维伦。好，我要变黑林冠群，变过来来。你今天为什么要歪掉嘞？因为歪掉。你刚刚还笑场，不小心的。我不是故意，我是不小心的。你忘记在比赛这样，对这样冲着还这样。那个挑事跟我用记住了。调整型。好，调整型，先抖起来。한국 수하
错了嘅老人家，汗水滴了到上高下，唔知过会有几多年，行过些路变得爱认出，行过天桥心中无人照顾，汗水滴了。到也到处，几多春夏秋冬，每个冬那是那比个天地，比会安求到了你的爱眼底，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位去？含下路无卡最少爱春去。每个冬那是那都是个个你，比会安忍到了你的爱眼底。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卡永远的心独立。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卡永远的心独立。在家乡，看着一蕊拍拍长长嘅花，嘅蕊花，讲起来就像人徛在一起打坐，在田野散家，按步跳悠，转到爱嘅步卡，嘅蕊花，黑阿坡跳那当嘅几种花，几种花。不让一条俺那天空转风茶，不管到哪位，心肝青菜心跳那一枝杂，一种花，你看嘅命运发香不爱擦，嘅绿花，含水向空的轻轻不马撒。一种花，黑暗用路路走线走到一条恰恰。一种花，你看给阿婆也落也开花，给绿花，跑些些相思便怕发为了嘎了绿花，黑暗用平给永远。隐也可以点亮。哇！唱完歌，两位，请留步一下。为什么愿意做出这种牺牲呢？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大拜了就出奇招对啊，然后都每一次都找不同的妹来。对啊，有吗？对啊，你是妹头吗？是妹头，对啊，吃都可能黑哦。对，两位，对啊，为什么他刚刚讲的为什么要做这个牺牲，要帮他？因为就冠璇他比较会做人因为他们需要一些作品所以就是透过这个节目来给他们一些作品。还在校读书吗？
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妹妹，就是平常是一个舞者。哦，也是妹妹你好，你呢？嗨，大家好，我是 Tomo，Tomo，对。那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 IG。哎呦，还有 IG 啊！哎，那这个怎么跟他认识的？他孽缘，哦，你孽缘结好深，到处都有你孽缘。哎呀，到处这样子。到处拈花惹草，哎，真的好厉害哦！好厉害，没有了，你会赖留一下给我，就那么好，哎呀，谢谢两位哦，对，辛苦了，今天来帮他，好，谢谢，那先回，可以先休息一下，谢谢。你今天为什么要歪掉嘞？啊，因为歪掉，你刚刚还笑场，因为头前喉咙卡住了。哦，他卡住了，然后自己又亲了一下痰，这样。不小心的，我不是故意，我是不小心的。你忘记你在比赛这样，对，这样冲的时候还这样。那个调试跟用技术错，调身前，亲多钱呢？亲多钱啊！不讲，这不好说。你们私底下交易，讲好就好。啊，家去跳歌，伢爸爸妈妈还唔创系啊，因为头规赛嘅送一规嘅比赛嘅时间，我看你做点歌嘅，我讲用奶奶说我创嘅都创，佢也说歌嘅吼，就有假嘅高音嘛，创冇嘛到，我讲假音，我想先唔好嘅，唔讲还有想讲。耶稣国会动有画面，创的时间动有画面，说一大送，原来几飞咩唔低，还有几多百好创。他是讲那种突然有熊，就是说，所以你们要有团队精神，对不对？一起过关，过关就会，也就至少都还。用哈留哈伦，还再多一次机会。就像一大送，就像要把它拿出来冲安尼，冲的时候要底部提个后巴呀，得有些时间，动抖音，看下你搞，那种画面就出来了，懂得懂我你家真的可能有色钱不给。好了，那边其他的公平，唱四 P 欣赏。好，伟伦，當叫冇看到誒，今日其實一開始他們的 rehearsal 的時間，就喺彩排的時候，其實我有到演的地方，談到人嘅歌聲，嗰當時我唔點乜人哋唱啦，啱講我當獻上嘅你上演。加唐唱以後，我就講，人嘅聲音聽起來真係進步咁多。還有你有一個很不錯的地方是，你人嘅歌聲也開始會講故事的，開始會講故事了。也係我覺得一個歌手裡面最大的魅力就在這裡。所以有了這個能力的話，然後加上還有人嘅技巧係穩定的話，我相信你會是一個很棒的一個歌手。好，然後就會討論講耶穌國嘅方式，可能人嘅畫面的部分較重，不過耶穌國嘅真係愛較本經驗的地方真係愛國較強的喂，這樣你就會很棒。OK， 那關琪，我今天其實很想流淚，是一副被你打敗的流淚。我今天幾乎要給你滿分，你投錢，窮央老頭白窮央，我要給你滿分。對，真緊當後，其實我已經準備筆就準備要下去，沒想到你給我一個口水就破功了。破功了沒有關係，可是你那雞蛋哈，它只是一個小小的誤差，但是你後面還是一樣，你不能又把你本性拿出來。你記得哈，因為你剛其實頭前的鋪陳太好了，我希望講，雖然一點小小誤差，會不會還是要 hold 住？因為這個才不會讓你覺得，好像又回到了大家認識的冠軍。好，我覺得這首歌真的適合你，我甚至覺得這首歌還真給比你瞎。真的，所以我會希望你注意這件事，好嗎？OK， 還是剛剛不要再讓我流這種尷尬的淚了。還是剛剛那兩個沒影響到你？沒有啦，沒啦，唔敢講啊，清涼啦，口水太多了，很冷，在抖。看到沒流口水？看到你。你根本沒看到，在那邊。對，開玩笑，口味這麼重。口味這麼重。好了，唐一哈已經欣賞了，補充一下。藝術歌曲我本人彈起來哦，我想來彈下去會有感通。其實你嘅歌曲嘅這個處理。那個強弱的部分，比方講 T 嘅機哦，韓國好吧，聲音嚟按到下，佢嘅那個譜式，
咪嗦咪嗦咪瑞哆啦。但是讲你爱给你会怎么去处理它？这个强老鸟最强是该后巴给巴，咪嗦咪嗦，韩国后巴，这个是比较重的。然后接下来。声音的安都啥，又强又弱。接下来我来你讲的重点就会讲，以好高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学歌的。比如说你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来知道你要小 C 堂原唱怎么唱。原唱你喜欢，你从来讽刺，你可以先从模仿，还有把它记录下来。要注意那个地方。还有一点是会，除了小 C 堂以外，你要这个留言这个唱给。给你一个建议，用清唱的方式，因为清唱对青岛歌手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当然冇音乐啊，唔会唱，唔会顺拍的，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来你这个从来给留起来，然后反复的听，反复的修正，反复的加强你要加强的部位。而接下来关群其实你其实我觉得你是很有表演天分的艺人。你从那首歌曲，其实我知道你有进步啦，所以特别有一些检查，但是冇要紧。有时候人失误吧，有很多状况，但是你从那首歌曲，我知道你有进步。但是讲有问题进步动作其实就 OK 了。那对于根本也有一些小小的 trouble， 不要太在意，因为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演唱，不要说你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演唱，有时候会碰到小状况，所以没有关系，你只要有稳定进步就很棒了。来，加油！好，什么先生？来看本书了哈。好，先来看李美伦嘅分数。91分，哎呦，有点危险的感觉。系啊，沙勒宽林冠群嘅分数。真的有设计。有哎是，不好意思，真啊，我啲咧边行这个鼓励下冠群，因为虽然讲人大摆容易开玩笑啊，认真讲，佢打败了表演，不讲係佢自家，也係講佢帶動到嘅舞群啊，也係動到不同的表演形式。我们平常老師是很肯定他的，然後你一定要記住，你很棒，你是林冠群，好不好？然後你會唱歌，好不好？不要因為一點點，然後就讓自己沒有信心，你真的很棒，我們來鼓勵你，正是什麼做什麼，好吧？做什麼就像什麼，啊，有時候做好自己。也不一定要这个討好任何人，把自己的表現好就好。沒有問題，好吧，加油！好，謝謝兩位，按住先，大家回座休息。會不會壓力發泄一些？壓力小一點點。量已經開始養開始養嘞。對啊。還有含油量低嘞。幾家歡樂幾家愁，別人啊學姐組有些緊張的哈，快給面有難色。對啊，而且我們學弟是強棒嘞。哎呦，還有個兩邊沒懂強哦。對啊，強棒哦，我兩邊李浩神。好，那邊的學姐很久不見了哈。很久不見。中文飛來。兩款啦。日亮的放我一生的夢想，你了暗光，開始等你到天光，將人生無知航航，戀愛自從甜痛，老老交交歸同行，但可讓人生難的迷香。日亮的發高日後สู่天空，你了暗光，天無驚變似經衝，將人生歡水航航，等於是心酸愛，老老交交歸同旁，等快昂投入我的迷香。
有种种的心事，常常放在该红公主，总爱偷偷人伊讲掠着故事。就有爱有发高的心事，总得打着你出一路，伊朝朝的红公，不是安心守。就有爱有种种的心事，常常放在该红公主，总爱偷偷人伊讲掠着故事。就有爱有发高的心事，总得慢人慢改你出一来。一朝朝的红光，不是安心守。变开红是银色那地，迷香。黑小乱的夜，春天韩国的画面，南风吹过匆匆的街，漫山碧来拍拍的视野，看似梦洒的方言，比杯开卖有同世界，不惊风雨落沙。气温看过人生岁月，夜写有通风，暖暖嘅日头照到无炎夏，台山边风比通冲摇花，点点嘅片片空空嘅云啊，夜写有脚车，思想老路，一生为马萨，只爱用心行出很行的路啊，只爱用心行出很行的路啊。哎呀，文慧姐姐你好，文飞记好，大家好，好可怕，好可怕，这些学弟妹们真的懂厉害哈，太久没有在荧光幕出现，我觉得我这组有点不太公平，你有没有讲？对呀，因为他们都太年轻，因为台大是学长、学姐跟学弟学妹，这个是。长辈来打晚辈，没有，不是这样子比的，开玩笑，没有，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我们才觉得不公平啊！我们老人家对你们，这跟妈妈一样，我们两个是同一季的对，我们是，他们是小朋友，对，我们是第一季比赛一起的，对，踢一龟的时间吗？哦，同步就会比我对，所以拍这个。
年轻力壮导我们老人家。哦，两个应该空间蛮小啦。玉米某空用啊。他的意思是说，我怕我比他太强了。他真的很强，真的。我刚才跟他说，你要口中留几血。哦，不会啦，不会啦，不会啦，这个会有这种安排，一定有它的道理，对嘛？啊，对啊，你看你是踢斗给体育。哦，第一季哦，那你好像是第一季的冠军呢，对，对呀，哇哦，啊，对呀，可是已经是10几年前了，19年呢，19年呢，对呀，一样唱得很好啊，10几年他也出了专辑耶，对啊，出专辑，我之前还会看你这 po 一些 FB 哈，然后你要跟一些歌迷朋友聚会这样，就是跟学生啦，其实比较多跟学生，对。好，那廖飞唱对了，好嘛，来唐欣赏共鸣，好，来。像要大家欣赏。因为哦，我感觉哦，实在讲，你真会唱，真会唱。不过你唱两首歌，真奇怪，因为落差太大了。你跳跳下，来到这位老师梁插所安看，哦，真的像从暗讲一样，你把声音全部闷在里边了，嘴也摸快，啊，讲法。从摸着个唱歌的讲法的感觉，给闷掉了，然后到后面才开放。你看上下之间，张安豆吼，你如果我唱起来唱到前后落差那么大，已经是不同一首歌了。莫穷几条歌了，亲大怂啦，你这么好的实力，你前面可以唱讲法，把它用念的很美的把故事讲完，因为这个歌词写的真的很美。按这样的歌吼，不需要再加那么多的落差去表现。庆大松哈，不会，我的感觉哈是觉得真的没有什么老不老，你歌唱的真的非常的好哦。两个，谢谢你们两个加在一起的话，我会觉得真的你唱的真的不容易，因为这首歌才前一阵子的新歌嘛。然后你能够这样子表现啊，阮老师的歌不是好唱的哈，我跟他碰过好几次，然后发现他这首歌其实写的很难哦，可是很奇怪，不给宠起来就觉得轻描淡写就过去了。讲真的，阮老师不在，我们讲真的，你唱的比他还好，好，所以我觉得真的你们两个很难讲，就以实力来讲，我觉得真的差不多。继续加油，好不好？好，谢谢欣赏，抢这位欣赏。对，我兄弟是可以是淘汰的是我们评审哦。害怕啊！你在我就放心多了。有先后顺序的淘汰，只有他的资格可以讲，对不对？你迄凊彩讲跳哪位戏？没有。好，来先讲文飞这哈，当叫无看到哈，还没看到暗讲，不过迄年也上线。因为喺新歌，上摆有弹歌，同埋我印象中哈，我拢讲哦，出像老师讲的，轻量无去想讲，唔是甲几多啊，做唔得。我拢讲，因为你哋要來，就像上個禮拜檢完這來，因為你哋要來，將做得本後生人有學習的機會，學習嘛該，你到了這個年紀還是努力追夢之外，我們的客家味要從你們身上偷來拿來，吼。你說歌曲，你唱得當好，我講嘅發出講，因為你唱歌習慣抖音，像你有一隻李金彩，賴金彩給親不懂抖呢，因為之前是抖音，你知道抖音如果你每一個字、每一個段落、每個句都抖的話，你要音準出對有態的。你專業看不出地講，我是緊張哦，原來是緊張是不是？那對不起了啊，不好意思啊，那以後盡量不緊張，好不好？就不懂了。很緊張，和平相處啊，對，羅老師講。真的老緊張和平相處，那唯一只有這個地方，其他我都覺得你把這個歌詮釋得很好。所以轉來你參賽一好成，我攏講你又轉來，你又唔記得我大把攏講誒，你的鼻腔共鳴真的太多了，你一開始我就想哇，幾張人得到暗光度誒，你知道？你從跳舞只搞到變暗光度的跳舞誒，你知道那個鼻音太多的話，彈起來會有干擾，唔啲你啲唱嘛干，一開始一鐵團，甚至天光，你唱天光，唔係天光，唔係安尼，係天光。
是出来的，然后你可能上而周围依靠还有亮点太多哎，所以会让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你的情绪又跳出来，进入你的情绪又跳出来，会变成这样子，因为你收太多放太大的时候都是极端，我们在中间不知道往哪边走。你懂得抵抗，你懂得武器，你也是资优生，而且已经就是年度赛了。我觉得这毛病是不能犯的，因为我好几次都对你生气，你也知道，尤其是鼻音这个地方你要改哦，好，想办法，好不好？加油！好，先生，谢谢，好，来看一下两位分数，先来看李浩生嘅分数。就是一会啊，係啊，做得啦。好了，來，快一下。嚟看總盤飛嘅分數。愛總算明白求免一公一法。难怪呢，这位新宇给世军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马刚很多讲故事，从狗要讲故事，其实他就是最标准的。你要听过他，还真有点难。萬七逐擔盤，勁遠唔該退。再嚟看總盤飛嘅分數。冇問題啦，冇問題啊。什麼學姐，學姐也是心腸很好，對，佛心來的。你們學姐，你媽媽，我哋媽媽呀，我兒子比他大，真的真的啊，我孫子2歲多了，啊，還有孫啊，對，看不出來有長，說話是話得好，哦，冇乜編呐，哎呀，跟亂講，好啦，謝謝兩位，謝謝，我做休息哈，享受一下。好了，殺下來了，殺了最迷族哦，沒自由身彭思群，那邊呢？這個我們這個彩妝師啊，彩妝師，哎，我們難怪正的，叫新秘，新娘秘書，所以就叫哎林心宇，林心宇。期待本家應開倒退，開青銅斬創開始。一期待本終言開倒退，開青日退風雲色。萬七逐擔本，見遠愛吞，也係行人中錯判，千古不變客家款。硬逐擔本，扎實唔愛吞，也係行人中錯判，抬上春，萬古流芳。萬七逐擔本。見遠唔愛吞，也係行人中錯判，千古不變客家款。硬逐擔本，扎實唔愛吞，也係行人中錯判，抬上春，萬古流芳。
款痛法，对你的思念随风一阵一阵吹向天空，你有tant多梦，有tant多梦，爱的思念。爱总算明白，求念伊讲的话，伊爱爱习惯伊三年款痛法，伊爱爱放下心中的牵挂，爱爱好的一家伊三全无卡，对伊的思念若是简单伊银花，就像是天上铺满的童话，无你的肩头本爱变成款痛法，爱上爱永远变不下对你的牵挂。Hello， 用版，冲着用版，我要背回去了。冲着先会自由曲也敢还在那个情境里面哦，还在歌曲的情绪里。对对对，还有啊，你从事新秘已经有一多年的时间，10几年了。10几年，啊，这样有双有发过一多少新娘啊？数不清了，因为每天都在拍照，然后6日就好日子新秘，所以一年这样画下来300多个跑不掉。哇，一年365天嘛，那每天对吧？对啊，因为每天都有拍照、结婚照的新人，跟婚纱公司合作拍婚纱照，每天哦，那这样10几年下来，已经4、5千人了。对对，所以就都看过各式各样的眼睛、头发，对，五官。那这样离婚的有多少？离婚他怎么会知道？他是有结2次的啦。哦，对对，他上次有都找我。哦，这有点尴尬，但保密这样。我也不小心脱口而出。哎，上次不是没有，嘴巴闭起来的。结2次的，结2次的，就最多就是碰到结2次的，没有结3次的。没有，还有就是同性的这样。哦，同性的很棒，也曾经画过这样，很棒很棒，OK， 现在也很开放，对啊，是，要祝福他们，真的，是，他们是幸福制造幸福的是工作，对呀。今日让我想我同样路过的，也已經差不多，迄按客家一開始。最早嘅流行歌，流行歌嘅新風行嘅時節，哦，也是其中之一的一條歌嘅呢。也首歌嘅，一記擔馬杆，一記副主擔杆，啊，主擔杆。冇啦，也首歌嘅其實應該講係自家嘅成法仲嘅要讀到像老一批嘅陸卡人會講，人家喺上一睇嘅客家電視台唱歌嘅，攏唱係人。他唔識嚟講嘅，那後場係充滿嘅，好，然後變成我這個後場係練歌嘅時間，他們覺得我們冇接軌早期經典，然後其實這變成是我們的客家文化這個人攏留的斷層，然後有一點互相矛盾。其實有問題啊，本來就想講，假使係個有機會，我希望來到。的節目，還希望同大家呼籲一下，就是音樂沒有年紀跟時代的分別。那我今日做這個挑戰，其實我想我同這個太古太子們講，其實我哋好少係會唱傳統的，會唱經典的歌誒。也許在傳統中間，我們去找一個新的改編、新的風味來做傳承。其實。我們還是很喜歡傳統歌曲，對，不，那我也希望說，前輩們你們還是也能夠
把那个好奇心啊，就是拿来听我们新一代这几位很优秀的创作歌手所创作出来的客语作品。对，这个是可以就互相研究沟通啦，互相这个大家勉励一下。有一些新东西，因为我是算上个世代的人，所以我接触的也是都那些东西嘛。对啊，新一代的东西我们也在学习，也是好。没有轻柔轻神7个东西，对啊，刚一落来就变成不一样的东西了。对啊，老瓶装新酒或新瓶装旧酒都很好。对啊，对，没错。好，就像叶老师，他也都没有退流行啊。对啊，所有新的东西他也都一直有在接触。对，与时俱进。我只有旁边做这个压力很大。他穿的衣服每次都太 fashion 了，我每次跟的快要疯掉了这样。干嘛跟他？让他跟你。对呀，我跟你就好了，因为你跟我你又跟不上。开玩笑啦，没有看一下，没有看一下。老师接下来要出那个澎湖湾的电影版啊，电影版哦，皮胎哦，皮胎。好了，来唐先生公平了哈，尝试力欣赏。词卷的部分哈，就会讲，今比安尼改变的方式，应该讲，从音色词卷创作的都压哈，其实它有很多的撞墙期，哈，你有很多的撞墙期。记得上拜唐创作的，我有点吓到，哈，有溜溜吓到，吓到的意思是讲，我觉得你那个时候还属于那种犹疑，就还反而这个。我手切个都带做到想要改变的事情咯。好，今比我谈到的是一种痴心，希望做到一件事情，也唔係希望的，係唔做到的。哦，好，今比的方法就是我也就想要談到的改變。哦，好，很完美，非常完美。好，所以我今比對今比從安的方式。是我给你非常大的一个赞赏，因为我觉得世军真的做到脱胎换骨了。你已经开始要完成一个叫做正式歌手应该要走的路了。哇！希望未来真紧两个歌手路会走得更顺遂。希望就这样的方式，把你原来的这些东西已经抛掉了，让它用版彼此维持在你现在想要走的路上。你包括你现在所要表现的肢体动作全部都改了，这是我要看到的。你做的是100分，所以我希望你在更好的话，你就自己想看看你想要做什么。好，加油！好，难怪呢，这位心宇他也给世军一个非常好的示范。马刚很多讲故事，从国外要讲故事，其实他就是最标准的。所以今比你看去从国外，你就得从国外应该要用版型。好。所以讲，今比心宇是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他有一点小 miss。某位发哈，其实你要评过他还真有点难。好，什么先生？还唱一名先生。世军一定要数轻奏以前的歌曲一给担管。虽然你讲要数歌曲非常简单，但是你来给唱的冇简单哦。艺术歌曲其实分为主歌副歌嘛，一般主歌一般就是铺陈，那副歌就是艺术歌曲给充电。可是艺术歌曲呢，完车重担感，就是很多的高音啊，还有附点音符来强调艺术歌曲几个精神哦。但是我要本你一些建议哦，艺术歌曲你唱得懂吼。但是有一些小小的细节你没有注意了，比方说你黑黑眼中错粉，在后面的时候，你黑黑眼中错粉，你有听到我的4连音吗？咪瑞哆西拉，你有2边哦，你只有唱到中错粉，对不对？你没有唱完整，这是一个很细节的部分，所以说你一首歌你已经可以有这个实力。来表达了，但是一些细节的部分可以唱得更完美。好哦，好加帕瑞呢，心宇哦，是我觉得你唱歌其实你很有感情，但是我觉得你有一些小小的像你的口型，也许是可能是你平常的习惯啊，比方法。如果是我的话，从各位哦那个咬字的部分，我想爱去看同法。我的嘴巴口型我可能会往上一点，我的下巴我不会往下拉。可是你唱歌是
爱想爱去看童话，你的嘴巴这边是往下拉的。我希望你可以试试看。爱想爱去看童话，上来一点点，你的声音会更美。唱两首歌曲嘅青岛跟阿彪哦，讲给发、看童话、正负哈，它都是啊嘛。你如果你尾音都习惯是啊，都是往下垮，那其实画面上也比较没有美感。童话可能好看一点。好 ，OK， 加油。刘先生，做得看分数咯。哎呦，应该做得。先来看彭思源嘅分数。哇总上鼓励他98分。团体赛唱那么好干嘛？对不对？姐，你现在跟他讲说不好意思呀，养赢他，搞不好99分呢。搞不好，给他滚支票。看一下，看一下林神怡嘅分数。哇！你是那进高分呢，93分。学弟们也是很厉害，谢姐，学姐心肠好，对啊，他刚刚故意有一些脱贼啊，对啊，西姐人真的很好，真的，因为他是做幸福工作的人，对，就是要带给你们幸福。我们在休息室看到他都觉得哦，这个女生好甜哦，真的吗？她就是散发一种气，甜蜜的气息。现在可以讲这种话了哈，他刚刚这种话说不出口，真的。其实，在休息室我们都不敢讲。98分就敢说这种话啦，撩妹嘛哈。对呀对。好啦，谢谢两位啦，谢谢，这样子，回头休息。谢谢。好啊，按你留行各个组比台了哈。两个学弟妹们很骄傲呢，377分。学长姐长367分呐，鼓手全部过关，恭喜！谢谢学长姐们，谢谢你们的好心肠，谢谢，让他们都留下来了，谢谢。看他开始捶背有吗？接看到廿毛的啦，你爱优秀诶，好都市诶，讲到安强按优秀诶毛的咩，嘿，真的。好都市的东派的，好都市嘿啊，安泰的，咁有几安泰？你看我深呼吸了。好，最后一个礼拜，流行歌曲组，学姐学长们，传统组，突然的学弟学妹们来拼啊嘞，PK 啊嘞，团体赛，好嘞，来介绍评审先生，好，李秋霞先生，苍永平先生，罗莹莹先生，恰皮贵先生。先生介绍对了，系啊，第三个礼拜最迷的礼拜，上礼拜的流行传统组全部过关，全部过关嘛，主要那个学长学姐们哈，非常心肠非常好，都会让学弟们哈能够过关啊。每一礼拜都有交代啦，每个礼拜都有交代，所以就是学长学姐们就是青菜冲，不是冲到很认真，真的哈。这本届好过关就好了啊！来T组俺学弟组两片前面书俺一片学长组的讲阿văn，来变看。三姑六好那汤，
呀娘了面那结，爱行了好难，贫穷了富那贵呀，命由哦天难。嘿，阿班哥，嘿，两位主持人好，你好，大家好，金无见哈，系啊，几十年了吧？咁有研究，我聽過啊，聽咁有研究，有，哦，是公演，是公演，有研究嘅啊，聽過我聽過啊，聽過啊，哦，也係嘅，你是西龜，哦，你個中間冇嚟過，你節目嚟唱歌嗎？有啦，有嘛？還是李老師叫我唱咧，對嘛，有是嘛，有，對，唱起來咯，係啊，有，阿哥阿媽叫我唱歌，係哦，真的啊，秋華先生也唔記得，有一點他想起來咧，多吃點銀杏哈，我最近也都在吃，吃嗰啲食糖團購好了，團購，哦，阿有啊，你繼續練歌冇？有啦，加減嘛，有學到樂器，有學樂器啊，有學乜嘅樂器啊？老師學矮弦嘅，矮弦咧，哦，還有學乜嘅？還有薩克斯風，薩克斯風，謝老師有冇薩克斯風啊？哦，以前有搞，哦，還有那個雲南的葫蘆絲。很想要做音樂家，沒啦，他們老人痴呆，他們老人痴呆，活到老學到老啦，對嘛，以後，就他們抒情上面講也算退休嘛，係啊，退休也咩嗰啲種學當多東西啊。也就講退休較有時間嘛，哈，因為疫情關係也冇講都冇學過也冇上課啦，哈，就上個網站嘛，看見到這個學長學姐啦，還有嗰度老師喺度，看見到用嚟唱，好好嘅個其他。強調多練習吧，你他敢應該上啦，用路可唔是把錢，用路縫片啊，對，清縫片。好啦，今日兩位唱到安好吼，按呢個唐先生嘅講片啊，好，唱秋啊先生。係，我先嚟講，唱面蘇先生哈，平常是數據講退休咧嘛，從咧唱歌就能夠安尼講保持安尼個笑容嘅，記得啦，欠笑容。欠笑容，將你係要笑容嘅，家人就可能就緊張啦。你唱阿鳳按今日按點點的按就真快啦，快啦，按真好啊！你唱歌本身就會按你啦。係時代啊，當真爽啲嘛。好啦，裡面有請到這個嗓子嘅種嘅方法啦，演繹當好哦，就你今日就注意咗唔嘅個笑容嗬，係要假言法嘅時候，係感覺到啲個假言法唔好掉到咪嘅音，唔做到假言，唔好裝到高音，咁就比較會很軟，哦，很軟好嗬，係咁樣嘢。即係阿灣哥嚟講嗬，當然啦，你中意講學到阿羅樂器嗬，我相信各方面你都能夠吸取其他高數嘅優點，哦啊，恰到時啊搞到按多嘅樂器，自己本身係挺強嚇。唔過就認識冇認識啦，認識成法，哦，你聽佢當然要當到人做就做到認識就啱嘅啦，成體嘅嘛，哦，記得唱嘅少年年，咪講到當到人唱到少年年，就年嘅哈，你咬死，你作品社你現場就抗聲嘅嘛，哦，你要注意下哈，其他都做得哈，加油！好，師母先生，阿請蔡皮嘅先生，好。美術哥老阿灣哥吼，今日棋逢對手兩沙就太合對太合，兩沙贏這就是嚟講相當太合。那藝術首先嚟講阿美術哥哈，其實美術哥也今日贏個大贏吼，也控制得相當好，但是我感覺到也個三個字開頭，三個了也個味屬於咩部分吼。做得加強嘅是咧，其他嚟講你調高音，因為本身咧音質一當高，嚇一太含鹽，所以喺高音部分也控制到以後，嚇至於講嘅聽一段向前來，佢也到位數味一定要同佢數正，
按讲运脚做奖了就对啦，哈，也就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啊，再过来呢，阿凡哥，虽然我去高安岛哈，三哥还要加仓。因为我感觉呢，以前我去教三个班，然后也研究班的时间，阿凡哥他妈讲嘅三个相当好，创得相当好。但是今日创的艺术歌又创到2种强本去啊，你吧？因为迄而且个本身冇一个痴心啊，本来你该唱贫穷了富难贵啊，你就变成唱贫穷了富难，就变成个。改唔唱国语去，唔敢去唱去，所以到前面边有田落去给他上就知道看肉睇咧。也就起码原因了，可能而教我去教到来三个较少唱落去，叫冇唱落去，有呢自然就做唔到像以前那样长度，所以有限时间还要加咁唱三个，其他来讲冇乜嘅问题啦，哈，两位就加油，加油！好，谢谢好，来，快一下两位分数来。先来看前面输嘅分数。分数很高，哎呀，哇，你看一下学长的分数了哈，哎呀，讲阿班嘅分数，好了。还有个学长也好诶，对嘛？嘿，93分哈，勇气啦，勇气，对呀，本来学弟们好过关嘛，本地的过关，哦，系啊，啊，希望阿曼哥以后多给未来节目创作本他个堂啊，没问题，安子生，哦，恭喜你，好不好？加油，哦，这个旗开得胜啊，哈，安子生，专业毕业当炒哈，真的旗开得胜，对，嘿，杀下来，俺那边嘿林义金，哦，那边的。范思远呐，来变看啦。从人生，天外天呐，卡呀哦呀，人来看呐，深夜一黑，为万一掉那，无啊。翻铺啊的波恩
最后，当叫无看到咯。嘿咩，一叫无看到咧，嘿咩，哎，接看到廿毛的啦，係啦，從來有看到，向上下嗰種嘅啊，向上下就較要搶落啦。剛剛有講，你怎麼說實話嘛？他都說啊，你按優秀咩，好都市咧，講到按獎按優秀嘅毛嘅咩，嘿咩，真有好係。都市動態了，好都市嘿啊，呀態，太啊，咁有幾安泰。你看我深呼吸了，他都說他車嘅，看到兩個出動聽啊呀，動不意啊呀。你唔係在演創山歌啊？你嘛，專門嘅。有啊，有啊，唔敢衝台上啊，會講因不適應啊，係啊。佢有人話你眼神唔好，哎呦，你老嘢打你睇啊！有啊，係啊，啊你身體又較好啦吼，有我扛較好啊你吼。有啊，有啦，較好啦。係啊，阿摩會去屯天數嘛，下擺。你下冇，因為下冇行。佢較冇行哦，之前細時就會去屯天數啊你，一怪哈，真係怪。對啊，係啊，啊你基本上同佢變啦。係啦，學而家要衝突嚟咩嗬？係啊，有揾劉義健先生，嚇，劉義健先生今日一邊哦，佢衝到以後哦，係啊，都有，佢衝到一有遠米哦，尤其佢講佢上擺衝突以後，媽媽用辦，上擺比傳一條，媽媽是跌倒，唔係佢腳痛風啊，引起蜂窩性組織炎啊。結果去醫院去檢查講愛帶人，結果冇病房。即係急診室呢，我哋個水啊，唔是從電話坐定呀。我前日比賽轉要水冇水當好，結果遇到個醫院係當辛苦嘅醫院，我樣感覺到人哦，我好都唔記啊。真係不平馬同時又即刻真艱苦。身體健康真重要啦。係啊，真重要啊！所以講，原來身體愛健康，愛保養身體。健康就係財富啦。係啊，保養身體愛有方法，即係前方法。就多多參考。有適合即係方法來保養。對，所以身體會健來健康。係，冇錯。好啦，先從對嚟唐先生講。請高中先生。高中好。今日不論林先生也係翻手字，創了三國，仲係特別講嘅西安三國。因為佢兩三年創都有，每三年都有佢自己特殊嘅部分。你也就以符合到人。三國本來就係安尼，每三年創有每三年一個特殊嘅也係特點。林先生佢本來佢自己嘅上音吼，主要也個安尼技巧上嘅一個特色。也表達了以後啦吼。至於講兩樣東西哦，本來創三國就安尼，偏偏有上嘅人又冇上嘅人，冇上嘅人佢就會。要較實開的喂，偏偏叫我比落當嘅啥都，所以唔係講作冤無作神嘅，唔係幾個也都倆偏偏叫我比嘅時間，我有安尼問題產生啦。顏色都太，叫我三比例我較太嘛。係啊，佢一下就比較時間，佢我較素面。對。但是佢也有其他特點嘅，古早甲我講，其實佢創也條山歌。基本上來講冇多大問題。我建議來講，我因為佢創了以後，我佢也要睇些上下或者其他表情，全部都要容納到錄放器，冇乜個清態嘅問題存在。至於本身佢有上次佢個聲，佢都較嚴嘛，佢都冇辦法要按廠嘅表達，也都唔咩講樣辦啦反正自己瞻仰面加個相當好，但是有幾樣東西我有沒有來建議哈？客家天師，你也係一個建議。客家天師你就較對假設唐嘅人來講，會也對人傲視來講就會較唔按嘅安尼。客家天師，老嘢打擂台啦，老嘢咯打擂台，佢都冇用哈。節目度嘅節師要注意哦哈，佢牽引冇乜多大問題。
加油！好，欣赏，好，唱音欣赏。出现哈，林太哥，其实我感觉啊，哈，你唱歌有自家嘅原味，哈，你係應該特色。所以呢，像比如講，應該歌詞當中第3句4年以後，你就加詞嘛，哈。唱愛還一條愛嘛，哈。其實你只是加到當嗬，你唔是唱到按趕緊呐，唱冇慢慢唱，愛就得慢慢唱出來哈。4年以後，愛還一條，哈，你。副院唱出來冇咧，好，你只愛其實當好表現啊，好，所以我建議就是唔是按趕緊哈。愛還一條啦，韓國還一條，你從哪從麼？好，啊就係啊，你冇收到 N， 好，數字咪先，還一條啦，就好咧，好，讀好，我係建議，好嚇，盡講你係第波 N 冇壓潤，唔講唔怕第波 N 就好咧，波唔是從上去，好，按樣先可能數目一些每個潤面啊會感覺可能係自然，好，你係建議，撒下來繁體者吼，正經嘢上就係動量。好，唔過盡講先生頭先講嘅吼，譬如講呢個咬字我就冇講，譬如講第2句歌唱精彩吼，你係唱上去唱冇，其實教種嘅意思係講你冇唱到按歌先按正，歌唱精彩呀就做得咧，數是歌呐，數是歌，響到轉音咧，係因為有緊張。和進入歌，就按樣唱，我哋彈起來就很下緊張。好，你係本嚟嘅，唔係大家就係唱到當歌音去。好，其實歌音係呢個優點，係講好好表現，也係加分，係講冇潤唱到這樣就好。好，你係我嘅建議，是冇呢？好，安子生，哎呦，呀，下晝來看兩邊嘅粉絲看兩粉絲啊，招待啦，報粉絲啦，先嚟看李健嘅粉絲。哎呦，真的！要分數以後，95分，一張好。好，三嚟看范思遠嘅分數。你有那個國際動漫的那種長相哎，真的啊。慢影。慢影啊？嘿，慢影。你喜歡他嗎？你喜歡迪啊？你是說變身前還變身後？好，三嚟看范思遠嘅分數。學長姐嘅好，對啊，學長姐是夢呀，是夢哎。所以我家頭前係講有差，有講有差，好的阿豐富。係咪前2禮拜個學長姐唔同啊，發咧，嚯個前面嘅邊啊咧，係啊，啱我衝啊，無情的追殺，沒錯，多冇意思啊，咁有冇追訴？本太子嘅留下咯，對啊，好啦，安尼范太子，有閒張轉來節目唱歌問題，好，安子生哈，恭喜你，好，後邊還動到關咗邊哦，好來，加油加油，太哥，你歡迎下，好嘞，殺下來廿個片，殺了羅志祥啊，還有3個，哎呦，鴉片，嘿，小朋友誒，哎呀，沒有小朋友誒，傷了他誰？個子小朋友，但有一點有已經年紀，已經做媽媽了，哎，做媽媽了，年輕媽媽少婦，曾怡玲，好來，彈過來。
伤啊，是无聊的强人。掌声欢迎哈！曾夫人，曾夫人，曾夫人，看她老公就是曾先生啊，从那个片有吗？曾宗理啊，客家非常棒的这个创作歌手，客家一哥一哥，金曲歌王啊，曾仲伟啦，哎呀，因为你为什么怎么会嫁给他呢？这个我听说你们是什么缘分？有没有认识？唱歌，因为爱唱几个歌曲，必须嘅时节啦，粉丝啦，必须嘛。迄啲我会比赛，爱献歌嘅时节。哦，你这个啊，曾老师，我可不可以唱你的歌这样啊？错。你居然有搞你就错嘞！你自己冇搞爱啊？你自己主动打电话给他？冇啦，你他有 FB 啊？哦，就面书密他，面书，就自己送上门了。冇啦，你冇送，我没有送上门，是他把我骗走。哎呀，是，他又讲又还有啥？对呀，这个我们这个眼光真好。对啊，曾宗理不容小觑，人家粉丝很多。对呀，是，跟人家他除了有像他这些天台主持以外，那有啲老婆有好主持啊。哦，系啊，我有请欣赏好。哎呀，好主持唱欣赏啊，搞呀。系唱嘅王国清老师，国清哥，国清老师做发通嘅时间没从头读，我读到清音诊，非常音诊，用版音诊。哦，就会讲会故意从啊，声音没有听过。哦，真的。一大半主持哈，所以完全没冷场，声音都是哑的。哦哟。然后冲上歌就会被本人 Q 粉给给他上亲人冲啊！哦，那这样很辛苦，他就是为了要不让场面冷场。真的。好了，安尼也忘记哈。最后上个谁啊？对，听说你最近在当直播主啊？没有啊，直播主。你不是去搞播这个？对，是在一个面书当中，不是一个软体。其实你很适合做直播，你有那个国际动漫的那种长相哎，真的啊。哦，后来有啊。我没有好奇，慢影，慢影啊，嘿慢影，你想要糖吗？你想要低啊？熊，你很像史瑞克的老婆哎。你是说变身前还变身后 ？Fiona 吗？哪有枪啊？好啦，恭喜一下啦！你看，安尼只有等你一波安排。哦，小朋友叫他唱，大概年纪差不多，身高也差不多，年纪也差不多啊，你向他来比啊。认真。啊，创作样板还有唐先生的功底。来唱，秋下欣赏。好嘞，拜托哈。这些没有好喏，忘词慢点。他拜的闭塞就按了，你个直播莫搞按到，按到你狗子就不能说。其实哈，我讲老实话，你第一拜到一时，我敢讲你自己以前我唱过个一样的，我是本上当欠听你。如果你第二拜几拜的闭塞的，我敢讲你大拜就唔记得狗子。哎呀，乱丢一通啦，系冇？啊，唔过你真惊啊，丢都唔会停下来，这个要作死一听啊你啊，作个头唔识。第一三个必须莫紧张嘛，你都紧张啊，心情不用说，我从认定的心情不用了那回去啦，爱太风你就从头莫紧张哈。素养的时间，那样是你是表演的啦，表演，认真唱就积极唱啊。
你们點乜就一樣問人撞翻人啲啊！你都讀啊，都等到唔種幾撞啊！哦，你冇聽下來啦哦。提示佢宣傳客家名上咗，唔要錢醫保啊！你唔知保到呢位去啦，你這個賺啲款咯哦。所以記得還不必須哈，你還有陸陸續續的比，嗰時配說，你沒用都唔好搞按到。啊，記得嘛哈！依年啊，你笑容很甜美，啊，雖然你顏值冇之前按多吼，按好唔過你台風非常非常嘅甜吼。你喺邊邊唔過喺山歌唔好山歌啦，係講假拜山歌歌唱，我當到人都冇去注意啦哈。是木匠老天司機後面上，因為老大流行歌曲唱法冇講咯，有冇專業冇按到。抖音啊，我記得啦哈。認真唱嘅時間，佢是感覺人嘅帶音是加強，我是感覺人嘅帶音冇詮釋的清楚，哦，會有一點喉音啦，啊，你唱老吉那罐子，歌呢老給好，那記得哈，後面上宣傳相傳的那個那斯哦，你去加隻要加到相傳加上那斯，你轉用可能聽起來會比較較順口，啊，咁兩位咁你唱得清楚。那伯仲之間啊，但是自信加油！好，欣賞，唱一欣賞。自信成功以後誒哈，就係你從誒上考試非常嘅講，人民其實沒做到當好哈，你按個研水，做啲創出按樣應該三個不容易哈，所以你係當傾聽應該會所哈，咁個歌詞就係按樣型，因為咧條片唔記得歌詞就曾經係識開，好認當講。比賽就係按樣型啦，吼，所以歌詞嘅部分含擺起架吼會加強哦。韓國係講真緊，聽緊咗先起架，唔是特別練習嘅歌詞。你隨便就會唱誒，開口就會唱了，吼，唔是想誒，沒做得啦，什麼小調啊、失戀歌啊，你都沒做得唱啊，吼，你不也建議，吼，比賽含擺唱起架下數嘅，吼，好，接下來10號，其實本人唐一從三個就係成日呢個上從自信強壯，喺兩下呢做媽媽後從起來就有溫柔嘅感覺，好，咁個我建議你後就係從邱夏先生講呢個帶入，我點到上群啊，你係唔係做得生氣？好，因為我感覺你從個就係先冇壓力啦，好，咁個帶入就強大咧。好，所以變成你最明顯嘅就係提示佢上傳，帶到冇戲好唱咧，好就險險輸脫，好冇唱下戲嘅可能就冇法度個唱吼，所以係唔係任下歌嘅，冇就重新上建議你嘅帶進十個加強練習一下，好可能人民會做到較好。好，和其他嘅邱夏先生就講講，就冇十個講咧，是冇你。好，謝謝啊！佢要拜安尼，人哋學妹們應該會熟咧，唔記得歌詞。哦，唔記得歌詞，叫分數重了。係咪？對，看下分數，先來看羅子賢嘅分數。好。快咧！前面兩位安尼變到安尼贏很多分啊！唉，變正宗啲嘅高分頭，快咧！差嚟看鄭怡玲嘅分數。94，哦，當高分，當高分，就係學姐應該有嘅分數。能用哦啊！你自己不小心啦，好不好？好，衝出嚟！恭喜你啊！按過分哦，那你要再繼續加油，好不好？你今天有可能會被暫時淘汰哦，好不好？好，加油！加油！來，轉邊當走。先先可以哈。好嘞，殺了，殺了，我兩片係陳建奇。哦，東強，我片咩東強哦，壯強強哦，哦，來，好嘞。發揚那
冲啊！洋洋得意。行世间硬劲，精神啊，运流长熊特技哈，熊特技你哈哈，给我看了，几个遍，我拢爱去中下来，几个过来对吧哈？哎，呀，传当生你样板，给我当好。疫情有一点影响，有影响啊，这最近就比较。回流了哈，哎呀，安尼以后啊，哇，他们之前有去那个参加个那个客家天台访问，讲下广播电台，讲下广播电台，主持的嗰個電台，因為伊林嘅，因為有唱片咯，希望佢願意有唱，係介紹美食，也係介紹也有替拜彭一春先生主持人有請人嚟去，如家下有教聰學生嘅，家下有教聰一個3個班啦，有帶學生嘅去接受訪問要拜去羅婉英老師3個嘅節目，阿三條阿三妹，大帥嘅，做訪問都做訪問啦，青春有時希望講哦，安尼客家也傳承咗我們的團體，因為可能你節目當到呀，像嗰啲後生嘅全部都開始要接觸安尼客家傳統嘅東西，所以我嗰次有希望青年多出場路，係咁樣嘅意思嘛，傳承下就是感通啦哈，所以接下來客家的實
命就要交给你们年轻人了，对不对？老的都会退嘛，对吗？老的要传承给下一代。下一代，对啊，老的就要退休嘛，还要传承，还所以歌词要记起来啊。还要背本给说啊，较比过的喉咙音，就做得从三个钟的话，你从得干净呢，係咪？哈，你很強哈。那一直啊，以香琪姐做我的榜样。哎呦，这点你的偶像就冲了呀。看伊啦，伊没冲得清楚啊。好啦，安尼两位冲的的唐先生的公平，好，来一唱，高公先生。先講建議吼，到皮膚佢咩行，但是佢創業嘅人講嘅西安山歌呀、客家山歌吼，佢有一個優點，喜劇，喜劇，故說佢創到相當肯定好啦吼。假使一個牛詩吼，有3隻詩愛作嘅嘅模片吼。第一就愛發揚嗰隻法師，硬講嗰隻講師，嗰個韻流暢嗰隻韻師，一三隻詩而一出做得愛加油嘅素材，自己讀到一詩吼，但入研主講，我特別人係講佢冇買發一隻音沒清準，沒清有把握。但是佢規下廠嚟講吼，當好。我係親皮膚記哦，佢嗰邊創條山歌來頂場，其實一記吼冇咁容易啊，因為佢對啲山歌嗰隻山歌，特別你老師特別會要求啊，佢但是佢創嚟相當準，係冇要求咩，喺個來頂場，嗰隻場師吼，愛創下要愛權益啦，也冇咁容易，但係佢創嚟非常好啦，吼。來頂床啦。也就出嚟傾天嘅素材。我就家講按照則師嘅係呢慳白愛加油啦。注意啊！至於從也山歌嗬，我係呢會建議佢嗬，佢也需要有足也有辣，但是佢少一啲乜嘅東西，少一啲就係裝修自創嘅嗰隻東西嘅乜嘅，佢創嘅山歌之後謠言好聽。謠言。你可以思考啊哈，山歌創到一本人感覺嘅，佢除咗咬絲各方面肯定有以外，一般係聽到輕暢快，輕謠言，唔可以有壓力啦。假如當到人唱歌嘅吼，我聽到輕有壓力呢，一般係聽到冇壓力。也多種人講，裝修自創山歌之外，聽到唔可以有壓力。也係其優點，好嘅素材，但是也有幾隻部分係咩愛反正都來好講啊嗬。多出場，多係希望講嗰樣嘢，多出來唱啦唱，多出多，幾隻詩嗬，多出。來唱啦，好，叫強傳承叫那叫，幾隻詩嗬，個中央啦，四季八節唱清好，韻流暢，幾隻韻詩，你唔相信？你知到時你知看啦，一按照是小可以注意啊，其他相當好，唐亞山歌。輕暢快，加油！好，阿先生，阿唱，Jackie 嘅先生，好，今日要係強對強，係，用文講強對強，兩三種戲就相當足，高音部分，不管建議也好，香曲也好，一兩三高韻，做得講做到親強，不管你專業音樂各方面，佢也做得講當順，雖然講建議佢本身係好容易，但係當注意嘅牛絲，就像係呀加出嚟講廣告以外，世界嘅
当导因为从街高，可能也个好多嘢一種鹽嘅，所以也責鹽你注意去談，要咩要私地田年啦，當然佢客嘅好多人來創客家鹽，能夠創到安生就已經不簡單嘅啦，希望你繼續再加油。強強呢，佢咩佢喺來做學姐。哎呦，也真是有帶通哦！你看而家出場嗰個醫師來講，再過來呢，佢本身表情動作各方面，佢變到當強鬆，唔好講劉德華會當緊張，一緊張落去，也個聲啊會變，但是佢咪佢發揮到淋漓盡致，所以講高音部分、大音部分全部講做得當好，所以我講佢咪兩啥要變啊嚇，加油！好，對，看一下兩邊嘅分數啊。先來看陳建頤嘅分數。哎呦，96分哦，96分，學姐來看一下哈，中向曲嘅分數。哎呦，魔術呀，兩分。兩位實力相同，果樹都係果樹啦啊！哎呀，安尼希望以後多多機會來唱歌俾大家聽。好，安子姐，哎呀，後面還有很長的路哈，還有很多關要比，加油！繼續加油！哎呀，安子姐，多謝兩位，謝謝回做休息啊！好，安尼也還結果樣辦呢嚇。我倆組371分呐。哎呀，學弟妹371啊！對，剛剛叫做給團哈，知心那一段，哎呦，又要在你傷口上撒鹽，歌詞夢唔錯嘅吧哦，英國學弟妹們贏的幾率蠻高，學長姐跟375分啊，加7分。所以呢，哎呀，安尼學弟們就輸脫咧，暫時淘汰，簽字淘汰一位，好，簽字淘汰多子欣，好，簽字淘汰。今日啊，呢節目到尾聲啦嚇，係啊，希望大家冇唔記得咯，好唱歌嘅夾嚟報名，打電話嚟報名哦，0966670060，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好，等下大家嚟報名啊，打電話。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還沒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啊，謝謝安主席，非常辛苦，什麼？Max 蒙各位產生長，繼續加油哈！謝謝學長姐張美亮嘿。好，史蒙小香老師還有我最愛欣賞，老師辛苦了，謝謝。還有工作同仁，大家非常辛苦啊，辛苦了，謝謝。下禮拜冇唔記得，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旅隊，老年強下來，再見，拜拜。